台湾话，无理取闹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幺八叉，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小孩子不管饿或饱都会吵闹不休，泛指无理取闹。用力，规工幺八叉，用要互你欢喜。整天无理取闹，我都快被你烦死了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